大家成日聽人講食魚聰明啲，食魚對心臟好。但係你知唔知，原來我哋一直以為係補腦之王嘅三文魚，喺最新嘅健康魚排行榜入面，竟然只係排喺第6位，仲要輸俾幾隻喺街市平到你唔信，甚至好多人嫌佢骨多而唔買嘅魚。今日我要同大家深度拆解呢份最新名單，話你知邊10種魚係對我哋心臟、大血管甚至係大腦免疫力最好嘅。特別係排喺第1名嗰隻，簡直係心腦血管嘅清道夫。但可惜好多香港人去到街市都係走晒步，一齊睇吓。你屋企平時食開嗰隻有冇上榜？講到食魚，香港人真係專家中嘅專家。我哋細細個就聽長輩講，細路仔要多啲飲魚湯，咁樣讀書先會叻。但係去到而家呢個年代，資訊爆炸，大家開始追求數據，追求科學。以前我哋淨係知三文魚有好多奧米加3脂肪酸，覺得佢係健康界嘅神。但其實根據最新嘅營養學研究同埋環境毒素分析，魚類嘅排名已經大洗牌。點解三文魚會跌到落第6？呢個等陣我會詳細同大家講。我哋首先由第10位開始睇起，排喺第10位嘅係我哋平時喺街市最常見，甚至係酒樓飲茶或者屋企煮家常便飯最常用嘅鯇魚。好多人覺得鯇魚平，好似冇乜營養咁，但其實鯇魚嘅蛋白質含量非常高。一個正常成年人如果每日食大約150克嘅鯇魚，其實已經可以提供到每日所需蛋白質嘅1/4左右。鯇魚雖然奧米加3含量唔及深海魚，但佢勝在係淡水魚入面性價比極高嘅選擇，而且佢含有嘅硒元素對於提升我哋身體嘅免疫力係非常有幫助嘅。如果你平時工作壓力大，經常覺得好攰，其實整反碗花生炆鯇魚尾或者鯇魚片粥，對於補充體力非常有幫助。不過要注意過，食鯇魚最緊要係新鮮，同埋唔好食魚膽。呢樣嘢老人家成日叮囑係有道理嘅。跟住落嚟第9位就係我哋平時去飲成日見到嘅石斑魚。石斑魚之所以排喺第9，除咗因為佢口感嫩滑之外，最主要係佢嘅脂肪含量非常低。對於一啲想減肥或者係有高血壓、高血糖嘅朋友嚟講，石斑魚係一個非常好嘅蛋白質來源。佢唔會好似三文魚咁有咁多油脂，可以減輕肝臟嘅負擔。而且石斑魚入面嘅維他命 A 同埋維他命 D 都好豐富，對於保護我哋嘅視力同埋骨骼健康好有幫助。喺香港最常見嘅就係清蒸石斑，加啲薑葱，淋少少豉油，已經係人間美味。我成日同啲朋友講，如果你嗰排覺得食得太油膩，轉食清蒸石斑，真係會覺得成個人輕盈咗。第8位呢隻魚就厲害啦，就係我哋標題都有提到嘅黃花魚。黃花魚喺老一輩香港人心目中係好高地位嘅，特別係野生黃花魚，以前簡直係天價。點解黃花魚咁好？因為佢嘅 DHA 含量喺眾多魚類入面係名列前茅嘅。DHA 係咩？就係我哋大腦神經發育最需要嘅營養素。所以啲人話食黃花魚會變聰明，係有科學根據嘅。除咗補腦，黃花魚對於舒緩神經衰弱、失眠都有一定嘅輔助作用。如果你屋企有細路仔正值發育時期，或者有老人家開始記性唔好，黃花魚絕對係首選。做法亦都好簡單，乾煎黃花魚或者係做成江浙風味嘅雪菜黃花魚湯，鮮甜到不得了。記得揀黃花魚嘅時候，要睇佢個身係咪金黃色，眼係咪精靈，咁先係新鮮貨。第7位係鰻魚，亦都係我哋廣東人講嘅鱔。好多人以為鱔好肥，唔敢多食，但其實鱔入面含有嘅係優質脂肪，對於維持心血管彈性好有幫助。而且鱔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B 群，對於新陳代謝好緊要。特別係對於男性嚟講，鱔仲有一種補腎強精嘅講法。喺中醫角度，鱔係溫補嘅食材，排喺第7位係因為佢嘅能量密度高，適合一啲需要補充體力嘅人士。不過如果你係膽固醇偏高嘅朋友，食鱔就要適量，唔好過量。好啦，重點嚟啦，點解三文魚排第6？大家聽到三文魚，第一時間就諗起魚生，諗起佢橙紅色嘅魚肉。三文魚確實係含有極高嘅 EPA 同埋 DHA， 對心血管好好。但係點解佢入唔到前5名呢？
主要有兩個原因，第一係環境污染問題。而家市面上大部分三文魚都係人工養殖嘅，為咗等啲魚長得快啲，唔生病，養殖過程入面可能會用到一啲抗生素或者飼料添加劑。第二係寄生蟲風險，香港人好中意食三文魚刺身，但如果處理唔好，好容易會感染寄生蟲。而且三文魚雖然好，但佢嘅熱量其實幾高，食得多反而會攝取過多脂肪。相比之下，排喺佢前面嘅魚喺呢啲方面嘅表現更平衡，或者性價比更高。所以三文魚雖然好，但唔係唯一嘅健康選擇。大家唔使盲目崇拜三文魚。入到前五名，競爭就非常激烈啦。第五位係沙甸魚。你可能會問，沙甸魚唔係罐頭咩？其實新鮮沙甸魚係非常健康嘅。沙甸魚細細條，佢處於食物鏈嘅底層，所以佢體內累積嘅重金屬，例如水銀，係非常之少嘅。佢含有極高嘅鈣質，特別係如果你連埋啲魚骨一齊食，對於預防骨質疏鬆非常有效。而且沙甸魚嘅奧米加三含量其實完全唔輸俾三文魚，甚至仲高啲。喺歐洲，沙甸魚係被視為長壽嘅秘訣之一。如果你喺街市見到新鮮沙甸魚，記得買啲返去，加少少檸檬汁同埋香草煎一煎，又健康又好食。第四位係揸魚，香港人叫佢花飛魚，呢隻魚簡直係平民版嘅老黃金。揸魚嘅 DHA 含量高到令你驚訝，而且佢含有豐富嘅輔酶 Q10，呢種物質對於心臟嘅收縮力、保護心肌非常有幫助。揸魚喺日本料理入面好常見，因為日本人知道揸魚對血管嘅好處。如果你經常覺得心悸或者係血液循環唔好，揸魚係一個非常好嘅食療選擇。而且叉魚好平，十幾20蚊就有一條，比起三文魚平好多，但營養價值一啲都唔輸蝕。嚟到前三名呢啲真係魚中極品啊！第三位係醬魚，特別係鷹腸。倉魚含有豐富嘅微量元素硒同埋鎂，呢兩種元素係心臟嘅守護神，可以幫助穩定心率，預防心肌梗塞。倉魚嘅肉質非常細緻，冇咩細骨，好適合小朋友同老人食。雖然鷹倉呢排升價不少，但佢嘅營養回報絕對值回票價。第二位係烏頭魚，好多人覺得烏頭有浸泥味，唔中意食，但其實揀得好，整得好，烏頭係寶。烏頭魚含有大量嘅不飽和脂肪酸，對於降低低密度脂蛋白，即係所謂嘅壞膽固醇，效果非常顯著。特別係元朗出產嘅地道烏頭，佢嗰陣甘香味，其實就係優質油脂嘅來源。烏頭魚對於舒緩慢性炎症、保護關節都有好處。終於要揭曉第一位啦！呢隻魚喺街市真係好平，平到你可能平時都唔會正眼睇佢一眼。佢就係公魚仔，或者廣義上指嘅細水體魚類。你可能會笑，公魚仔咁細條，冇錯。第一名之所以係佢，係因為佢集合咗所有健康魚嘅優點於一身。首先佢係全魚食用，即係你連肉、連骨、連內臟都食埋。咁你攝取到嘅鈣質、磷質、維他命 D 係最完整嘅。第二，佢完全冇重金屬負擔，因為佢命短，食物鏈層級低，體內唔會累積毒素。第三，佢嘅奧米加三密度係全魚類入面最高嘅幾種之一。研究發現，長期攝取呢類細小魚類嘅人群，心血管疾病嘅發病率比一般人低咗成30個百分點以上。對於預防中風、保持血管通透，公魚仔簡直係天然嘅通血管藥。喺香港，我哋可以用公魚仔嚟炒苦瓜，或者係整炸公魚仔作為零食。如果你想健康啲，可以將公魚仔烘乾，磨成粉，加喺湯入面或者粥入面。對於發育中嘅細路仔，例如5、6歲開始換牙嘅時期，或者係7、80歲嘅老人家，簡直係寶蓋神物。講返轉頭，點解我哋會咁強調年份同歲數呢？因為健康唔係一日兩日嘅事，係一個幾十年嘅過程。如果你而家係30幾歲嘅後生仔，你開始轉變食魚嘅習慣，等到你50歲、60歲嘅時候，你嘅血管年齡可能比同齡人年輕10幾20年。科學家喺2015年做過一個大型追蹤研究，發現持續食低汞高奧米加3魚類嘅群體，到咗2020幾年嘅今日，佢哋嘅心血管健康水平依然維持得好好，
好多人問，咁我係咪日日都要食呢啲魚？其實唔使，營養師建議一個禮拜食2至3次魚，每次大約100到150克就足夠。最好就係輪流食，今日食黃花魚，後日食章魚，咁樣可以攝取到唔同嘅微量元素，又可以分散風險。講到煮食心得，香港人最叻就係清蒸。其實清蒸真係保留魚類營養最好嘅方法，因為低溫加熱可以防止魚油氧化。如果你係煎魚，記得唔好用太大火，煎到金黃色就得。而家好多人鍾意食魚生，雖然口感好，但我始終建議大家熟食為主。特別係如果你屋企有孕婦或者係免疫力比較差嘅人士，食熟魚一定係最安全嘅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案例。我有個朋友今年42歲，佢以前好鍾意食紅肉、牛扒、叉燒，餐餐都要有。結果喺2024年檢測出嚟，佢嘅膽固醇超標，醫生警告佢再咁樣落去，中風風險會好高。後嚟佢聽我講，一個禮拜改食3次炸魚同埋沙甸魚，再加埋多啲菜。過咗大約1年，去到2025年，佢再去復診，個膽固醇指數竟然跌返去正常水平，連醫生都驚訝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食物嘅力量真係好強大。所以話唔好再覺得貴魚先係好魚。去街市嘅時候，多啲留意下嗰啲可能10零20蚊一份嘅細魚，佢哋可能先係真正嘅健康寶庫。黃花魚嘅 DHA、雜魚嘅輔酶 Q10、公魚仔嘅全方位營養，呢啲都係大自然俾我哋最好嘅禮物。大家以後買魚嘅時候可以參考下呢份名單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幫到你，記得同身邊嘅親戚朋友分享，特別係你屋企負責米米嗰位，或者係啲老人家，等佢哋知道點樣揀魚先係最醒目。我哋成日話要食得招積，其實食得健康先係最招積。總括嚟講，無論係三文魚、石斑定係排榜首嘅公魚仔，魚類都係我哋飲食入面不可或缺嘅部分。只要避開重金屬污染嘅風險，揀啱烹調方法，你就可以輕輕鬆鬆食出健康。希望大家聽完今日呢個分享，下次去街市嘅時候唔會再走晒寶，可以喺嗰啲平價魚入面到你同家人嘅健康財富。健康係長跑，2026年、2036年，甚至更遠嘅未來，我哋都要有強健嘅體魄去享受生活。由今日開始，食多條健康魚，一齊為心腦血管打打氣。